近前有人伫公共政策网络倡议平台提出一礼拜休3日的想法，真侪民众是拢真支持。不过落尾行政院讨论了后是无实行。啊，那伫新北市有一间做健康检查诊所，为今年7月开始招待生，实施一礼拜休3日。蔡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。好险哦！护理人员替民众安排各项健康检查，个耐心做卫教解说。这间伫新北市的健检诊所创全国的先例，伫员工的薪资福利条件无变，所有的员工逐工工作8点钟，每个月敢若上班18天，等于是周休3天。工作跟生活是都要并重的，所以我觉得说，把工作集中之后，事实上我们效率也会提升。蛮大的时间可以有充分的休息的时间，然后也可以让我多陪陪我的家人，还有因为我有小孩。诊所表示，台湾护理师毋但工作无闲，而且薪水无悬。开业2年，捌有60外个医护人员离职。为了营造友善医护职场环境，为今年7月开始试办弹性周休3日，甲检查量集中伫4天礼拜六甲14天平常时啊，无想到会当满足受检测的需求，佫会当互员工更侪休假，也佫会当确保业绩持续成长。我们把所有的工作量集中在18天来做，我们的目标是1个月能够做到520个肠胃镜。我们还是7月还是做到了。政府对于在面对这个医护人员的困境以及缺口的时候，那应该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来提升法律上的保障？那我相信这才是关系着民众就医品质最重要的一环。医界团体是讲，即卖的医疗院所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元，无法度全部适用。不过，只有营造友善工作环境，才会当甲优秀的医护人员留调，兼顾到民众就医的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